由上水站 B 出口出發去明愛樂晴軒，向太平村北區醫院方向前進，沿住行人路直行。右手邊會見到去大樓嘅指示牌，我哋搭電梯落地面。根據大樓嘅指示牌，我哋過馬路，向右邊嘅行人路直行。你會見到大樓已經喺你嘅左前方。轉左，電梯大堂喺正前方，明愛樂晴軒喺8樓。